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你是咧关心什么新闻？是关心谁来做总统大选，还是关心你什么演艺人员发生了什么八卦，还是你咧关心到台积电？不管你是买得起股票，你嘛爱加减知。台积电布局关系台湾的未来，出国设厂是外交手段，也是本地就是生理台。世界地图爱重新来画一笔台湾的色彩。今仔日，咱好好来讲到台积电的法说会。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资深的半导体专家张国兴张先。主持人、两位来宾、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咱资深的媒体人蔡玉珍姐，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的教授蔡明峰蔡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咱嘛是这创业者，线顶的这个美处科技总经理吴金英吴总经理。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就来关心讲，今仔下晡吼，他拄仔拄仔煞，这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啊，我特别用华语来讲哦，无这吼台语可能来听无啦。法说会，但是这内面吼，有的是讲了真清楚，有的是讲了较模糊，吼，较无讲较清楚。所以呢，咱一点一点吼，来慢慢啊开破。首先，我要来请教到这个吴总经理，总经理。你今仔日，我相信你也有听到这个法说会内面所讲的这个重点啦，吼。伊今仔日哦，有一个重点，讲吼高雄厂本来就是本地咧喊啦，讲哦高雄厂吼要来改做先进的制程，哦，要来改做先进的制程，本来是28奈米厂，吼要来改做先进的制程啦。啊，这个伊讲吼是互补有余啦，靠有这个。弹性吼，较会当互补啊！这到底是啥物原因？你讲互咱观众朋友来了解。虽然哦，观众朋友大部分可能无买这个股票，但是对着咱台湾整体布局，感觉讲，安那是安怎？这个伊的产业布局佫开始转势，开始变，是毋是美国人佫安怎？哦，啊，外口人佫讲啊，美国人对咱毋是真心的啦。啊，台积电就安怎？来，请总经理先讲者。第一点吼，就是讲这个变化主要是世界经济的关系吼。在2022年的时阵吼，世界经济半导体的经济是非常好哦，所以讲当时哦，台积电就是讲哦，伫高雄要设厂哦，伊要设2个厂，一个是28奈米，一个是7奈米，但是呢，即马实际上吼，伊根据这个魏总经理迄个台积电的迄个总经理魏总经理所讲的，就是讲建设也继续咧建设，但是这个28奈米的这个制程呢吼，因为第一点伊个魏总经理有讲，第一点因为台湾的迄个产能加上中国南京的产能这个部分伊有特别讲这个部分是合乎这个美国的所有的法令的迄个规定。第三点就是讲伊伫日本的Kumamoto嘛是有设厂，啊，这Kumamoto设厂嘛是有28奈米的迄个制程。另外即马就是讲台积电甲德国政府也搁咧参详，就是讲要伫德国设这个半导体厂，这个厂呢嘛是有28奈米的这个制程，所以讲安尼讲起来因为就是讲世界的经济等于到半导体根据魏总经理咧讲本来因伫去年的预算就是讲伫去年的第4季因已经发现讲这个库存的问题足严重，但是因认为讲经过一个制度的调整第一制度调整了，第二制度应该就开始恢复。
但是实际上根据魏总经理就讲，伊即马看起来，这个库存的调整可能爱到第三季度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所以讲以魏总经理来讲，今年台积电的迄个营业额可能比去年会减少，可能是差不多2至伊无讲数字啦但是我大约讲起来，就是差不多2至6%的这个减少。所以讲高雄的情形，所以讲高雄伊继续做，但是因为这个七奈米的迄个制程因为实际上已经就感觉讲超过啊，超过一步。所以讲伊即马就是要顾迄个要顾迄个先进的制程用伫高雄的工厂所以讲高雄无停，就比如讲只不过为28奈米专注，比如讲7奈米还是5奈米这种先进的制程。是吴总经理搁一个问题因为咱毕竟毋是咧讲股票的这个节目啦咱必须要有观众朋友一个普通的这个科学普及的这个态度这28奈米大部分是用在什么物件顶头？28奈米是一个非常广泛，就是讲足侪应用拢会用。第一点，汽车内底汽车的半导体另外就是讲比如讲咱即马手机面顶伊内底爱有迄个DDI 啦就是讲迄个 IC迄个 IC 嘛是手机迄个 OLED 这种的 DDI IC 嘛是用28奈米。28奈米的运用是非常济啦比如讲足济消费的电子的产品嘛用到28奈米。所以28奈米来讲比如讲以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来讲今年第一季是非常歹伊的7奈米的迄个产能利用率就差不多5成左右尔5奈米呢差不多差不多7成至8成。但是伊28奈米呢，差不多要10成左右，代表28奈米的这个制程是足济运用拢有用到啦不过就是讲，因为台积电本身的迄个产能足大伊的产能是超过所有其他的迄个大工厂的迄个产能所以讲这个28奈米本来是一个足等于就是讲非常运用非常普遍的迄个制程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台积电本身来讲伊开始伊投资所要建设的产能嘛是非常的济，所以讲即马高雄伊本来想讲高雄还佫有法度因为伊认为讲即个市场还佫有扩大，但是实际上市场无遐扩大遐大，所以讲台积电只好伫迄个高雄28奈米的部分伊暂停是，煞来我要来请教到即个张董的他拄仔吴总经理所讲的这整个你甲咱一个判断，或者是讲一个体质的检验啦今仔日伊的营收的表现也好，伊讲可能会小可落落来差6%至6%左右在整个产业来讲，台积电的表现算做好还是歹？你要安怎来做一个判断？是，你甲看当然伊产量有降落来啦这降落来其实本来就知影，所以你看伊的股票本来就已经反映伫个股票头顶内底你还佫有几个数字你会用注意去看，都是讲伊的迄个获利迄个获利比啦伊的获利比迄个毛利其实也袂歹，超过预期超过一半咧，无超过一半，而且是超过市场的预期啦。市场本来想讲会较歹一寡，要过来就是讲伊逐个赚的钱嘛是比市场较好，所以你若讲以这两方面来甲讲，老实讲伊表现算会使啦。所以伊讲你若要问讲股票会起来人即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
应该是还 OK 啦，吼还 OK。但是我即摆我想要来讲一个代志，就是讲是安怎较早迄台积电拢一定每一季拢有迄个发说会，吼啊是啊这边咱会来讨论这，啊大家去注意这，都是因为咱会当了解讲台积电目前对台湾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的重要性唔是干那经济尔，对台湾你个国家安全，吼啊台湾全世界布局，吼拢是非常重要，所以咱会去注意这个问题。啊是安那，你像你拄则讲，伊即摆是安去日本设厂。吼，啊，伊想要去美国设厂，吼，当然足侪人拢讲啊，伊就是弃台啦，哦，就是要放弃台湾啦。啊，讲是外交啦，外交嘿。啊，我感觉这是成立啦，我是较用，因为伊今仔日发说会头顶，因的高层的领导者，伊嘛安尼讲因是一个公司，伊做啥代志是伊公司的趁钱嘛，伊就是要趁钱，吼，啊要趁钱是安怎？即摆较早是安无去美国设厂。啊，是安即摆会去美国设厂。哦，早期老实讲，因为台湾做较俗，成本较低，吼，所以美国、日本因慢慢啊，都拢把伊做这个晶圆代工，啊，互台积电愈来愈大。吼，啊，当然伊这个投资经验嘛较悬，所以伊就愈来愈大。但是这个有两个因素改变这项代志。第一个是这个疫情，吼，这个疫情啦，吼 ，COVID-19 这个疫情。这个疫情发生了后，运费悬起来，吼，运费悬起来，你这个我这个物件啊，伫别个所在生产要运入来，费用增加，成本加起来，成本悬起来，这一项。另外一个是，你拄则有讲到俄乌战争，吼，这个战争拍落了，足侪国际上才发觉讲，哦，啊，这若万一台湾啊发生战争，吼，啊这我技能拢放伫你台湾，拢放伫你台湾，当然伊相对伊嘛要保护台湾。但保护台湾的同时，伊嘛爱想讲，道理讲的，我爱分散风险，所以美国会要要求台积电去遐设厂。我想这是伊嘛是要分散伊的风险。啊，我当然讲吼，这莫讲什么外交，人客要求啦。吼，美国是大客户嘛，人客要求讲伊去遐设厂，啊，伊就爱去做啊。啊，所以咱即摆当然讲，啊，设厂对伊好也歹。这唔是讲对伊好啊歹的问题，这是无法度的选择。哦，你无法度选择。啊，咱来去看就讲，这个设厂了，台积电安怎去应用？吼，安怎去克服一寡困难？包括讲，即个美国本来要个补助，啊，即摆佫开一寡条件。对，台积电。当然，你开始讲这啊，吼，就我来请教着这玉珍姐吼，即美国人讲。无咯，你著爱交出你的配方哦，你的配方爱交出来，我才要互你补助。这是风声喊的，还是讲真正有这个代志？应该讲吼，美国要补助你150亿的美金吼，这对台积电去美国的亚利桑那的投资来讲，其实金额非常非常的大吼，因为亚利桑那吼，美国亚利桑那这个投资吼，第一期甲第二期加起来是400亿的美金，所以若要补这150，补个1/3呢？嘿，占差不多要超过1/3哦，所以一旦摕到这个补贴的吼，其实对台积电伫这个美国的投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足侪人咧看歹吼，那看歹台积电的人讲，你看啦，去互美国人吼片仔看咧拢细啦吼，即马你无甲机密交出来，人都唔互你补助啦吼。去互更多片啊。所以讲啊头细落啊，即马吼是毋是起袂起来吼？这是这边当然法说会头顶吼。今仔日法说会其实足侪外资吼，足侪即个投资者嘛真关心这件代志吼，因为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季的时阵，巴菲特吼，伊伫咧本来就是买台积电吼，变出脱嘿，本来伊足济吼，啊本来是前几名的股东，啊尾啊卖差不多8成外，将近9成吼，啊转去日本，所以足济人讲哦，啊是毋是巴菲特看好日本哦？啊日本咱嘛有投资啊，是安那会安尼吼？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要讲倒来是讲，美国当然有伊的布局吼，伊即马吼通过是国会甲你通过叫做晶片法案吼，晶片的这个法案对的是中国。好，所以伊要去了解讲，你台积电是毋是有卖一寡较先进的哦，就是足关键的吼，包括本来讲要伫个中科吼，即马改个伫个高雄即个就是大概是2奈米吼，就是较先进的这部分，因为这部分对美国来讲。
加牵涉到啥？牵涉到军工，牵涉到航空母舰、飞弹、导弹，这才是上界先进的部分需要的。但是我即个美国要知影讲你补贴你要摕我即个补贴，你遮本来伫美国遮，你若要做甲先进的遮个技术，你的关键遮个物件是毋是爱互我知影？所以做侪人就伫遐讲啊，安尼就是台积电即个护国神山卖台湾啦。为着150亿美金，就个台湾的这关键技术卖去，其实毋是安尼。我的看法是讲，这是大家搁伫遐谈判，因为这要补贴的，除了台湾以外，包括韩国三星，韩国三星嘛是参台积电共款，要投资伫全世界遮的半导体的厂，李在镕就是即马三星的董事长，伊讲伊未来3年大概有2050亿美金的全世界遮的厂的投资，所以咱看到讲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日本熊本。欧洲即马要看讲德国，要去德国，是毋是会当投资？另外咧，咱讲要摕美国的这个补贴，但是美国伊是大家拢知影讲，伊要扶持伊的 Intel 对无？结果 Intel 的董事长基辛格最近走去北京，走去北京要了解讲我会当提供你叫做中国版的晶片。就是中国版的就是咱逐拄仔讲的200，2厘到2倍。美国人嘛咧趣味，这政府咧化工甲你动，这个生理人走去两手。对啊，所以咱要较了解的是讲咱参这个美国亚利桑那这个投资，以后参 Intel 的关系是啥物？是毋是讲咱去投资了后，尾啊 Intel 讲我免你台积电啊，我 Intel 就介绍啊，我的制程、我的技术会当甲你取代，是毋是会行到这个问题？这是咱即马要去美国申请这个补贴所需要谨慎去评估。但是我认为这个时间会拖较久，为什么？伊今仔日法说会，互咱看到讲第一。EPS 第一季袂歹，7.7块外，7.98。第二咧，就是讲伊总营业额5000几亿，算起来嘛是袂歹，所以第一季大家关心的是讲股票会起袂？其实我是较保守啦，为什么？因为咱来看讲台积电的所有的投资的这个分布，72%的外资。咱的国发基金6%，6%外6.8，6.36，足少的。其他这两个加起来都要好80啊，差不多80，包括伊遮的大股东啦、曾凡成啦、魏哲家因遮的人加起来，咱外口的股东剩差不多要我20%，所以要我20%内面个。有一个巴菲特，甲你伫遐带头讲我要去日本我无爱搁倒转来投资台积电，所以我对台积电这段时间这个股市的表现我的看法是较保守，就是讲差不多爱到第三季是毋是互人看到讲你遮会当开出来这个制程拢会当照进度所以包括拄仔讲到的中科为什么要去高雄做这个先进的制定？因为中科迄个土地，送甲你挡伫遐，杨天生嘛，杨天生甲你讲我1700的这个高尔夫球的会员要抗议啦，所以我无法度照这个时间交土地互你啦。这看嘛知影上伫遐后壁创空，就是台中市政府啦，佮加参杨天生上好的什么人？就是即马国民党的这个总教头操盘手傅昆萁啦，伊参杨天生杨家是上好的嘛，所以我要甲你讲你后壁要摕这个土地，你嘛爱看我国民党执政才会、台中才会，国民党党中央才会安怎讲？我欢喜无若无我就甲你动。所以杨天生就甲你动中科啊，动中科的土地，所以你只好改变这个政策，讲我高雄已经较顺利啊，不如来刷来高雄。我中科是连土地都摕袂到，还有人伫遐用1700的高尔夫的会员伫遐甲你创空对无？所以是有受到影响。美国有受到补贴这个影响，包括工资的问题，这拢事实所以咱来看今仔日法说会是安怎重要，就是遮甲你动咧。但是你的业绩、你的获利有受到影响无？那照今仔日法说会看起来是成绩还阁袂歹，所以投资者今仔日看讲你看还阁去伫遐3块4块
无看歹，那看歹就一定开盘就落啊嘛。所以我看今仔日的这个盘面是甲你支持啦吼，但是后壁我感觉一个一步一步看吼，爱看全部的大盘是毋是会去受到影响。是，这我是吼，观众朋友讲，这我是头一摆看人食米粉，我咧发烧，我一张股票都无吼。但是吼，我们请教蔡老师吼，我是毋知影蔡老师有啊无啦吼。但是吼，嘛外口的这新闻纸嘛有咧卖讲啊，这就是吼美国人开始要布局吼，要甲整个半导体要甲刷去到印度，吼要培养下一代的这个印度吼客。啊，台湾吼，则受危险嘛，啊，慢慢啊吼，要甲解体去，要甲解散去，要甲拆开去。尤其啊，佮记咧讲吼，伫顶世纪，美国甲日本的即个半导体协议当中吼，就是因为安尼，日本的半导体才来扯落去。老师，你对即个产业史的即个概念来看，这讲法敢对啊毋对？其实我嘛这讲法伤过简单啦吼，因为你莫讲你对整个半导体吼，伊个发展的产业史有了解无吼？这无重要吼，重要你先看台积电是安怎变成今仔的台积电。今仔大家咧讲台湾的半导体即个产业，其实大家拢一直咧讲台积电。啊，咱台湾毋是干那台积电尔，咱有联电，有即个过去即个也做力积电吼，这嘛是拢咧做即个半导体的即个代工吼。我要讲的是讲，台湾的厂商包含着台积电在内吼。过去台湾伫过去的即个政府吼，特别是马英九前总统的即个政府吼，其实参中国的即个往来是非常的密切的。迄阵中国咧偷咱的技术的时阵，请问有送咧帮助咱遮厂商，尽量避免互伊的物件会当卖去中国偷摕去，甚至有真侪厂商伊嘛毋知伊的物件已经去互偷摕去啊。所以迄阵就慢慢啊起来做红色的即个供应链嘛。哦，那伫即个情形下，咱台湾的台积电伊还阁继续安尼发展啊，才好。啊，从其尾啊咧，咱台湾其他的即个半导体厂商，像联电即个厂商，慢慢知影着讲中国的即个恐怖。哦，咱节目过去嘛，捌专访过即个联电较早吼。做党。做党的，咱嘛讲真济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吼，我会感觉讲，咱若要讲。台积电会遐紧，就是讲啊，因为美国的关系也好，还是因为送的关系也好，伊就有法度，伊就会随甲咱台湾规个盘空的。我感觉这是想了想过简单啊啦，嘛会当讲你无了解整个即个产业啦吼。因为一个产业要会当成功，一间公司要会当成功，绝对毋是讲干那客因公司你找上来尔。你爱到即个国家，伊有遮个基础的建设，甲你支持无？伊遮个基础建设，伊有法度培养遮个人才。来甲你支持无？伊即个所在地点，伊有遮侪天然的资源。台积电即马要继续发展，上重要伊爱有土地以外，伊要有水呢，伊爱有品质好的水呢。你是毋是去逐个所在？你逐个即马咧讲啊，伊若说对印度去吼，对啊，伊就是要甲咱台湾怎甲搬空伊？你做你来搬，看你搬会空袂？吼，重点是对，重点就是讲印度伊敢有遮个环境，伊未来有可能。我唔知影，但是现主时咱知影是绝对是无可能的。吼，因为咱即马其实咱的政府嘛，毋是讲干那美国人咧安尼做尔，咱的政府、咱的经济部嘛是一直咧发展讲，是毋是咱会当参印度遐个人合作，吼，吸引印度遐个学生啊来咱台湾读册。咱嘛是希望讲，咱会当教因一寡技术，因会当去遐设厂。像咱要希望讲，咱的厂商有哪有法度去印度设厂？第一点就是讲，这是整个美国的布局无毋对。第二点就是讲，啊，咱若要遐设厂的话，咱伫遐会找无人的，会找无工的。无人才呢？就像即马咱去美国设厂，咱嘛是伫遐找无工。咱爱甲对咱台湾啊，看有人咧报名的无？看有想要过美国的无？啊，过了甲讲拄着讲遐悬的税金，甲想要转来，甲反正无一定讲遐有紧遐。紧的有法度调转来，所以讲人才这个问题吼，其实唔是遐尼简单有法度培养的。啊，人才这个环境，你有法度互头家信任无？要互你用这个人无？这其实拢有足侪的因素咧影响。所以我感觉讲，你要讲伫10栋内，要伫15栋内，要甲咱台湾这个台积电甲搬了，我感觉这是绝对是无可能的啦。啊，你要讲台湾有偌危险，当然大家讲台湾危险，危险。当然，你讲即个中共伫边啊，
一天到晚咧甲你威胁，大家外国看到会惊，这咱会当体会。所以咱爱替美国人想一寡，替其他国家的这个厂商想一寡，啊，规个产能拢甲你放伫遮，鸡卵放伫遮，当然我会烦恼。啊，刷一寡去人兜，互较安心的，这咱会当体会。你嘛爱替咱的台积电爱想一下，就是讲爱伊规个产能拢伫遮，伊嘛爱去应付伊的客户。上重要是爱替咱整个的台湾的人民爱想一下，你规个台积电拢放伫台湾，你是有遐济水库的水，通去互伊食？有遐济水、遐济土地，互伊发展吗？无嘛。咱知影讲，即马社会大家其实对咱整个的资源拢放伫半导体，嘛有足侪讨论，嘛有足侪想法。所以即个台积电的董事长开提出着讲，啊，是毋是未来有机会？会当建立一个吼，甲大家讲合作伙，生态圈，对，毋是讲干那咱即个台积电好尔，其他的产业拢会当有好。所以我会感觉讲，你要讲因为台积电啊刷离开台湾，就讲啊台湾要去用放空，伊我感觉这是咧恐吓咱的台湾人民。上尾啊，讲一个上重点的，就是讲咱台湾即马要发展即个，就是讲咱离岸的即个风力的即个发展。这风力的发展、风力的发展，拢是放伫台湾海峡呢，就是即马全世界感觉上危险的所在呢。啊，这欧洲商大家拢无烦恼，拢甲这一支的即个风车拢甲踩起来啊。因都无咧烦恼啊，你颠倒咧烦恼讲啊，是毋是台湾海峡会发生危机？发生危机上重要的，就是这个欧洲的这个开发商呢。但是你看咱一支。风机嘛是安尼踩起来，所以真侪论证拢会当来表现。啊，咱这半导体这设备商 ASML， 伊嘛是继续讲，我来南口继续要投资。吼，当然对着咱住伫南口想要伫南口买厝的人，大家心内拢规个拢怎啊串做，就是拢怎啊结做伙，就讲啊厝伊个要开始起啊。但是我要讲就讲啊，外国企业确实一定咧入来。啊，咱即马往中国的这个去就业遐的人，迄是已经抬一半去安尼，已经减足侪人出去，谁会减足侪人出去？因为台湾好的，有较有薪水的，才就业机会加出来啊。所以伊就无需要讲啊离乡背景，甲走去其他国家，吼，走去中国来就业嘛。过去是因为咱台湾的产业一直刷伫中国去，所以因需要走伫中国去就业。但是即马毋是讲咱台湾的厂商转来，含外国的厂商拢对咧伫咱台湾咧设厂。吼，咧设即个研发的中心，所以你有较侪机会，重点就是讲有较好的薪水的机会，拢转来伫咱台湾。当然，这少年囡仔就无需要甲行出去啊嘛。啊，咱这好的人，咱有甲留落来，台湾敢若会变啊愈来愈强，毋是变啊愈来愈软只。是，我要来请教线顶的这吴总经理吼，总经理，我要来请教吼，咱嘛有一种讲法啦，讲美国人咧做这个晶片的法案啊。要来禁止甲中国的这个红色供应链的这个关系啦，吼，其实哦，某种程度嘛是搬石头吼，讲家己的脚啦，吼，啊，而且吼嘛是使着这个台积电吼，产量也好，销量也好，某种程度也受到这个影响，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啊，头我也问到蔡老师啊，甲这个张董也讲过，就是整个美国这个布局吼。在这个美国的布局当中，咱台积电到底有这个主动性无？吼，伊讲啊，伊是客户啊，伊是上大的客户，咱就要来应伊的要求啊，咱就要对着伊啊，咱要做这个物件，爱甲讲咱的 formula 是啥物，咱安怎都安怎，这到底会动摇？吼，若讲这个台积电是一个国本啊，吼，会动摇国本袂？吼，到底安怎啊铺排？譬如讲，这60%，这30%，这10%，也是安怎来想这件代志？哦，第一点我讲吼，就是讲吼，大家拢误解啊吼。美国的迄个商务部吼要求吼台积电吼提出来的资料，哦，拢无讲啥物配合，迄是无啥可能啦。即种的吼，哪有可能有即款代志吼？因为吼美国商业部吼要求吼。有几点哦，可能台积电吼感觉无妥当吼。第一点吼，就是讲吼，伊要求讲吼，有迄个等于就是讲你的迄个利益爱甲美国政府吼分享啦吼。就是讲你
当你迄个趁钱趁到某一个程度吼，你可能爱摕吼迄个，比如讲30%、40%的你的迄个利益吼，互迄个美国政府吼，要分红啊。当然对，要分红啊，上悬的部分就是讲当然，比如讲美国政府补贴你100个美金吼，当然你无法，你当然袂超过100个美金哦。但是我甲各位观众报告就是讲，美国政府这个晶片法案吼，伊的补贴是安尼吼，补贴这个定义就是咱迄个半导厂吼，迄个制造厂吼是390亿美金尔。在这点大家媒体是讲150亿其实伊实际上为晶片法案内底可能才摕70亿60亿美金，另外70亿60亿的美金是为等于就是伊会用减少伊的迄个减税，伊个减税减这个税这加起来才150亿。所以讲第二点就是讲美国政府迄个商务部要求台积电公司要申请这补助的时阵爱甲你今年要做偌济的迄个营业额会趁偌济钱所有迄个报表爱互伊这对台积电讲起来，这是个商业秘密啦是啊，伊无，伊也毋是股东啊，无你来买股票啊。等于就是这讲起来台积电认为这无啥妥当啦另外第三点，我想这可能较无问题啦就是讲伊要求讲你有摕到美国的补助你无法度伫中国当然伊毋是敢若指名中国啦，就是讲有问题的国家当然主要是中国无法你袂使阁继续去迄个起新的产业先进的产业旧的即种比如讲28奈米的即个产业这是属于成熟制程即种的制定可能是较袂要紧，所以讲台积电今仔日魏哲家总裁伊就是咧讲即个阮完全的等于就符合迄个美国政府的等于因的规定伫南京的厂就是安尼。所以讲这点可能外口大家对这个规个产业无讲介了解啦当然即马今仔日来发说会的时阵足侪外资咧问这个问题，但是台积电的财务厅来讲因为即马因咧甲美国政府咧，大家伫遐咧拍拉片啊，发拍拉片的时间伊无方便透露，甲即个实际上的情形，甲各位即个资料伊无法度公开。吴总诶，这嘛真趣味，我嘛要小等要请教着张董诶这美国人伊甲你要求讲，我看你的报表，这是符合这个商业的惯性吗？我感觉这是无符合啦尤其伊即种的讲起来就是，但是美国人就是这听起来嘛真白呢。对，伊本来美国人，我咧讲比较起来日本政府就足阿萨利的日本政府因为台积电伫日本库马摩多投资是差不多80亿美金。日本政府40亿美金，就是你工厂若开始量产，钱就拨落伊也无咧啰里啰嗦规堆讲起来看起来美国较大国，但是较小批量的。这有影啦这我来请教着张董诶。这个伊的要求这真简单啦，伊甲你补助啦伊讲伊是无希望你这钱用去买你家的股票。美国公司有当时伊股票跌落的时阵有当时会用一寡资金去买家己股票，伊就讲你这钱无希望你是用来买家己股票，真的是用伫这个建设头顶，所以伊会要家己看一寡财报，但是伊要看的财报，佫比毋是干那普通的财报，要佫较油啦，所以拄则迄个蔡小姐咧讲的，伊是讲要看你的财报看较油，所以。就迄个总经理讲的，这影响到伊的商业秘密啦。有一项代志，我想要来讲，就是拄则你有问到一个问题啦。当年日本的半导体，因为甲美国签一个合约，
啊了后，伊的半导体就慢慢啊切落啦吼。啊，即摆足侪人都咧想讲，美国伊即摆即个晶片化，是毋是咧调工咧创难？嘛毋是要创啦，即甲台湾签落了后，甚至台积电啊，台湾的半导体迄个产业从会落来啦吼。即项我可能要来小可解说者。当年吼，其实我迄阵啊吼，其实我是伫 NEC 上班呐。NEC 半导体上班。啊，迄阵 NEC 是全世界第2大的半导体。第2嘛哦。第2坎，第1大迄阵是 Intel 啦。哦。啊，迄阵我若特别咧开会，阮的总裁拢讲一句啥，你知道？伊讲咱今年咱这季吼，迄个钱赚了袂歹，但是吼台湾吼一直起来，咱来足烦恼台湾的竞争啦。吼。啊，所以我感觉讲，伊会找落来，除了讲这个美日这个半导体协议以外，我感觉本身嘛受到台湾的挑战。吼，台湾因为咱做得较好嘛，啊成本较低，吼啊这个商业上受到台湾的挑战。另外一点就是讲，因当初日本这大公司，因这领导者，伊无搁继续来投资，吼，无搁继续来投资这个半导体。啊，半导体这物件是你要长期一直在投资。所以因家己的领导者应该眼光也无看到遐。对，伊想讲啊，我这晶圆代工吼，这乌手啦。乌手啊，毛利较低，吼毛利较低，啊伊感觉讲这个生意吼，互因无爱搁继续来做，这嘛个另外一个原因啦。所以因当初大间公司的遐个董事长、总裁啥，因嘛做社长啦，吼社长伊嘛做一寡错误的决定。啊，咱即摆过来看。吼，即摆即个晶片化对台积电来讲，台积电目前的情形，甲当时日本遐个半导体大间公司无共款。伊台积电即摆是全世界的半导体，伊占量上大，伊有资本啊，伊有迄个本事，甲美国画拍拉克。画拍拉克。吼，所以你看伊即边讲补助伊，啊要求做啥，伊即马要得甲画拍拉克。小可顿地咯。伊会甲画拍拉克，所以台积电伊有即个本事，甲美国画拍拉克。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晶片吼，我感觉因今仔日吼，因嘛伫讲嘛，你发说会吼，你听因总裁啦，因的董事长在讲，其实因拢有一寡配套措施。伊即摆一个较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讲，因有讲到，伊去美国设厂了，成本其实足悬的。塔足悬的。伊讲有一部分的成本是比台湾佫加几啊倍啦。吼，比台湾加几啊倍，啊，这是因未来爱克服的问题。所以我是感觉讲，徛伫这个立场，我是感觉讲，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甚至未来还有可能去欧洲设厂。欧洲设厂，欧盟已经讲过，讲因希望目前因家己半导体吼，因咧用半导体10%是家己生产尔啦。因希望到2030年提升起来，要提升1倍，就是讲因用的半导体内底20%，伊家己要生产。啊，这就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吼，地缘政治的关系。咱较早，咱这全球化，吼啊，物件才生产运去遐，吼啊，才集中来生产，较俗，才就集中生产，啊，运去别位。但是因为这疫情，啊，甲迄个乌克兰甲俄国的战争，你看这个全球，老实讲有小可改变。吼，所以即摆人咧讲这地缘政治，啊，我感觉讲徛伫台湾的立场是面对这种的地缘政治，台湾要安怎伫这个情形下会当获利？吼，比如讲，拄则这个教授有咧讲，吼，台积电伊嘛有咧甲政府呼吁，讲因为即摆足侪半导体的零组件袂使伫中国生产。应该甲考转来，伊讲台湾政府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利用生态宽哈，伊就利用这个机会，伫甲台湾这个半导体零组件这个产业链甲建立起来。好，啊，你这样建立起来，台积电更较有竞争力，啊，对台湾规个经济嘛好。我感觉是讲这台湾有足侪代志，因为国际形势一直在变，啊，有一寡代志发生，唔是你有法度控制。啊，你无法度控制，发生的时，你就去面对解决问题。所以咱这整个这论述内底面吼，其实拢为着一个物件，就是咱来对咱这个不管是这个公司也好，这个国家也好，要有基本的信任啦。当然，人讲一话，你就开始咧想东想西吼。你讲到这重点，咱今仔台湾有法度培养出台积电这种公司，表示咱台湾本身是一个真好的国家，咱人民的水准，咱迄个。工作人员，伊的迄个工作的方式，台湾话咧讲拢，唔是三档两档的啦，唔是嘛，唔是三脚鸟啦，哦，唔是三脚鸟，所以拄则你有问到一个问题，讲这个会去印度设厂，我想
印度应该慢慢啊，伊嘛有一寡发展，但是你讲要甲像教授讲啊，要有法度像台湾安尼，要阁有相当一段时间，啊，一段时间了后是无法度像台湾安尼，这嘛歹讲。啊，咱嘛会阁继续往前行。咱会继续往前啊！我说伫四句的时阵，1999年、98年的时阵，迄阵中芯半导体，中国中芯半导体要起来，哦，要起来，迄阵四句。哦，真车赢咧！半导体改讲啊，10年了吼，中国的半导体是迄个全世界上用的，啊，你看10年过啊，20年过啊，台湾要是上用，哦，所以我感觉讲，你主要讲这点足重要，我感觉讲台湾人爱对家己国家有信心，啊，是一个袂歹的所在啦。当然有一寡问题啦，吼，有一寡问题，啊，问题咱就解决，问题来咱解决。他都吴总经理讲哦，这美国人有影有小可小皮脸，哦，要甲你看报表，要你看较幼。而且哦，这个晶片法案内面啊，佫有写讲，咱台湾唔是咧优化呢，不是有案外包的这个所在呢。啊，这到底怎样就会是有真正？其实吼，伊就是要，我感觉讲吼，美国要主导这个伊晶片法案通过了吼，啊，伊要补助的对象，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三星也好吼，台积电是上主要的吼，因为咱讲到前几工吼。马克宏毋是走去北京，吼，啊去谈讲，要卖大概200台左右的200架左右的空巴吼，互中国。其实足侪人都有咧讲啊，讲吼，伊吼即个空巴的晶片，那台积电无爱互伊，看伊做会起来，看伊飞起来，看伊飞起来袂，吼啊，就是马克宏你有才调吼，你咱那美国讲吼，你做这条生意。吼，我限制你台积电上先进的这个晶片，你袂使互法国吼，互伊摕去中国做这个组装，吼，所以咱也感觉讲，咱真正做有信心的呢。因为美国这个晶片法案，当然伊要动的是参军工有关系，你去用去哦，像你迄个什么气球有无？啊卫星、导弹、航空母舰，伊惊的是讲中国哦，这个晶片你用伫做武器，互美国袂当去发现吼，所以伊惊讲中国是甲你舞这步暗步的吼，所以我感觉咱台湾应该有这个信心，就是讲这最先进的，敢若咱台积电有在条做，所以马克宏咱就要看讲你这个空巴，看伊龟喙变鸭喙啊。但另外讲到一个印度的部分哦，我是感觉大家较放心的是讲吼，你看最近库克吼去甲印度，就是即马印度才开始咧用苹果吼，从果粉，因为印度的经济往哪起来，大家有即个材料去开买苹果的手机啊。哦，所以因即马所需要的是较普遍的吼，就是消费者所需要的手机啊啦吼，啊搁一寡即种计算系统啦、AI 啦吼，讲咱即马咧买物件啦吼 ，Uber 啦吼，啊所有的手机啊，所有你用到的这个系统，其实拢是就是讲较消费性的食衣住行的物件吼。去欧盟即马上重要的是，你要发展这个电动车吼，你嘛需要台积电这个晶片嘛吼，所以这就是讲即马区域的就是咱这个半导体的生态圈，到底是要安怎去设局吼？所以我是感觉这个代志，台积电全世界这个布局，我感觉对台积电是行向世界最重要的一个代志，所以伊嘛会去调整讲，啊，我是毋是时间莫开了伤过紧吼？包括讲我美国当时要量产，我台湾的这个高雄、新竹、中科、南科，到底进度是要安怎？所以有经济啊，你的意思就宁可互买的人踮咧后面来去肉，甲你估价，你都唔通开较紧。应该是讲吼，其实这个全世界经济。过去3年疫情的影响，一摆小看。对，所以吼，即马还阁无遮尔啊准吼但是有一寡物件会汰换吼，比如讲电动车吼，是毋是大量要换的时阵，啊所需要的晶片都会出来。所以我感觉应该是爱去看即个需求吼。那晶片的法案要控制，伊讲补贴内面，大多啊学党有讲的，就是你袂使卖去一寡国家吼，这就是中国、北韩、伊朗跟俄罗斯吼，这个对美国来讲是
敌人的国家，吼，所以这对台积电来讲根本无什么问题，吼。所以我讲马克宏的空巴才有问题啊，因为伊是去卖中国，吼。所以干接的嘛爱甲禁止，就是爱发现啦，吼，就是安尼爱发现。美国讲你安尼是不是？每去年才小批链，咱嘛爱甲卡一你搞我袂去用空巴，但是你若去甲我用航空母舰，那是战斗机要安怎？吼，赶快来得力嘛，吼。所以我感觉精品法案内面吼，伊要限制是讲你袂使对这个国家做成立了吼，去发展武器，吼，这才是晶片法案所需要去限制的物件。所以我感觉这对补贴来讲哦，影响较无大啦。所以我对台积电的这个布局全世界，我感觉也是看好吼。但是因为过去3年这个 COVID 就是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哦，所以无遮尔清楚会当看到讲未来1年、2年、3年哦，我遮营业要安怎布局要安怎安排？因为你看常常拢会改啊，吼，比如讲美国甲你讲每年是这个4奈米吼，过来2026年是3奈米，对啊，咱即摆看起来讲哈，每年是4奈米，2026是3奈米。敢有法度吼，其实这嘛拢会调整。我的意思是讲，这是一步一步吼，无法度照你美国要补贴的这个进度讲不要紧，我写互你吼，敢若像财务预测共款，我会做甲到。这对台积电来讲是有困难的啦。是，这我来请教着蔡老师吼，咱他也讲，在这晶片法案当中，咱台湾并无被被美国人当作是优化这个外包的这个所在，这个张忠谋啊，对着这个代志有淡薄仔意见哦。伊讲哦，你美国人你唔通定安尼想。那今嘛虽然进入了非全球化，吼，已经无全球化的这个而且对着地缘政治安全都安全。你感觉张忠谋心肝内是对着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全球的布局？乃至到老德因有讲，台湾应该要有家己的这个半导体生态圈。你感觉这个彼此因之间敢有讨论过，还是讲你的这个想法是啥物？我感觉虽然讲咱台湾即摆毋是做讲优化外包的这个因的供应链内底，但是我感觉台积电伊伫全球的这个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啦吼。虽然咱无伫即个优化外包的供应链内底，咱上无咱嘛有伫即个做晶片的即个四方联盟嘛，包含着美国日本即个台湾到有讲南韩，淡仔咱想要参加，咱毋参加咧嘛吼。但是我感觉不管你有入去即个外包即个团体内底无，其实咱像过去大家咧讲，台湾无加入到即个其他的即个贸易组织啦。但是咱台湾的经济伫即几档来，感觉有人咧讲你要加入对一个贸易组织，所以你台湾在那像毋是一个角色。我相信现主时应该无人安尼想啊。咱敢若看到伫最近有真侪重要的国家拢来咱台湾咧参咱台湾交流，甚至 APEC 嘛要邀请咱台湾的总统去参加吼。这我感觉拢是台湾整个伫靠着家己。伫经济的即个主体吼，愈来愈重要的情形下，所以才有即个改变。张忠谋即个董事长，伊过去伊有对台积电有出侪想法的嘛。当然上重要就是讲，你去美国的话，你美国本身的生产的成本实在是太悬了，所以台积电起来当讲是了死。你美国政府今摆要甲补助一寡吼，伊是减了寡尔。吼，伊嘛小共咧了。你美国政府有当时你的条件若开了伤严格，讲较歹听，我若利润从我即个家己算的袂好，我对我的董事会歹交代，我对我的股东会歹交代，我是免去你美国设厂。我本来去你遐设厂，我本来就咧互你民主啊，我本来就家己了，因为你是有技术嘛，所以我参你配合，到重点就讲我要走向世界，美国嘛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所以我会去美国设厂，但是美国有当时伊若做了参即个一般人商业的规则吼，较无共款的话，当然台积电会当对伊 say no 嘛。上无我就卖你的补助，我卖甲继续参你即个往来，看送，因为即马台积电毋是 nobody， 伊毋是一个讲伊啥物技术拢无的，伊是
世界重要的一个资产。就咱像讲，大家咧烦恼讲，美國會來保護咱台灣賣，其實咱台灣唔是咱台灣家己的台灣啊，台灣應該是說是世界的台灣啦吼。因為台海的即個和平牽涉到，就是講你伫遐咧講你的友壞外包，你的印太的即個戰略到底是安怎？台灣若無安全，台海若無安全，你講遐濟計劃。迄拢是假，迄拢是拍水流，对。所以伫即個情形下，我感覺講，雖然咱有面對着即個一寡國家的即個要求，但咱像拄則董事長講着，講拄着代志就是好好啊處理爾。重點就是講莫看輕家己啦，吼，就是講對啊主持人講着講對家己愛有信心啦，吼，信任愛有信心，對家己若有信心，其實人民就會愈來愈有信心啦。是。啊，對着有真濟人會淡仔懷疑美國、懷疑啥，講句較歹聽，過去大家攏走去中國咧投資，攏無人咧懷疑講中國咧要甲咱台灣烏空，即馬美國要叫你去投資一個廠兩個廠爾，你就咧懷疑講是毋是要甲咱烏空？遮爾重要的產業有遐烏嗎？咱會當看到講，即馬美國面對着是啥？欠水呢？因的雨水嘛是無夠，因的落雪嘛是愈落愈少呢。因靠落雪遮水入去水庫的水嘛愈來愈少。每一個國家攏會面對着即個氣候變遷的問題啦。所以講咱台積電有需要佇加幾個國家來設廠無？我感覺是有需要。因為美國遐若無水，伊若無法度生產。生產的話，伊嘛是需要咱台灣來個支持呢。歐洲若無法度，伊嘛是需要咱台灣來支持。所以我感覺講，全世界是大家互相競做伙啦吼，大家若有共同的一寡信念，大家是愛互相競做伙。所以我感覺講，你若要去煩惱講咱台積電會怎啊講去用烏空伊個，我感覺這是想濟。是，線頂即個吳總經理，我想要過來請教吼，咱所知影講啊。尤其即個先進的制定哦，唔單是武器啦，也是較精密的即個飛彈啦，需要即個先進的制定的即個晶片。咁啊，另外吼，還有即馬尤其開始哦，即個 ChatGPT 啦 ，AI 智慧人工的即高速運算啦，啊，若看即個伊整個即英文當中吼，即個 CPU 的物件，伊嘛佔了真大多數吼。你會當想要甲咱預期一個講，即個台積電以後吼，在消費性的即個晶片，啊，甲進入一高速運算，也是較先進的即個制定的即個晶片，即個前景如何？因為吼，較有即個歷史的即個概念的時陣吼，大家較袂驚嚇啦。吼，總經理。第一點吼，佇舊年的第四季開始吼，以前吼台積電的所有的運用上濟是佇手機啊。手機啊，用到台積電，等於台積電的迄個營業額上大是伫手機啊的迄個應用。啊，第二大是所有的迄個高性能的運算。啊，這個高性能的運算呢，佇舊年的第四季就超過手機啊，今年第一季佫大量的超過手機啊。那咱咧講吼，就是講這個人工智慧吼，人工智慧啊，這個 ChatGPT 吼，實際上才拄開始爾。啊，這個 ChatGPT 即馬目前上大的伊主要伊主要愛靠迄個迄個 NVIDIA 的NVIDIA 的 GPU， 啊 NVIDIA 的 GPU 即馬就是講等於就是即馬大部分攏攏佇迄個台積電做，那這個部分才拄開始咱即馬會用講這個人工智慧這個因為伊這個做先定式ChatGPT 就是講 GPT 就是講先中性的迄個等於這個人工智慧，啊，這個人工智慧呢，這個才拄開始呢，所以講今仔日發說會內底迄個偉總的啦，偉總的就講着伊即馬3奈米是公布已經上啦，等於伊的產能無夠，3奈米的產能是無夠啊，為什麼愛用這先進的制定呢？就是要有足懸的運算能力，啊有足懸的運算能力這咱會用看到目前這拄開始啦迄個 NVIDIA 迄個 Jason 就是 NVIDIA 迄個 CEO Jason 咧講即馬 ChatGPT 出來就是
人工智慧的 iPhone 出来吼，就是讲这个手机啊一个新的纪元，哦，这是起点。所以讲后摆台积电的前途不可限量。是，吼，这上后尾吼，要来请党的吼，甲咱讲吼，关于着这台积电的这前景啊，全球的布局吼，到底应该安怎看这间公司，看台湾？是，我是感觉讲吼，伊即摆全球化，我感觉对伊某一个程度嘛是好的啦，吼，因为你公司愈来愈大嘛，吼，啊，你有一寡迄个厂吼，伫其他刷出去嘛好，你就是伫在地。哦，伫遐生产，当然你要克服哦，拄则迄个教授讲过，哦，即个伊要克服真侪问题，因为这成本的问题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台积电今仔有法度变做较好的公司，伊当公司本身就有足好的公司的文化。啊，咱去甲看，台湾上好的人拢伫遐啦，吼，人超人才拢有吸去，所以我感觉对台积电未来，我是有信心啦。啊，当然伫即条路头顶，吼，嘛毋是遐顺啦，吼，你当然拢会拄到一寡挑战，啊，但我感觉